这个庙寺的写新戏，嘛因为疫情降级，总算会当来演出。也毋过有规定哦，都要做过预防射，或者是快筛阴性，才会当甲喙罨摕掉来演出。南投的民主歌剧团，大部分的成员拢也未做预防射，阁无迄个能力来负担每一个礼拜做一届快筛的费用，只好是挂喙罨就场来演这个歌戏。而这个大日头下，都要做出着各种的身段甲动作，讲规身躯拢淡去了，演甲是真想要哭。但是，佫想到讲已经2个月无趁钱了，所以佫较安怎辛苦，嘛真珍惜这个演出的机会。演员穿戏服挂喙罨伫搬戏，伫舞台顶伫写神，要不天气真了够热，很强要哭出来。的天气可能36度、37度啊，然后穿戏服又很厚，那等于整个是没有办法呼吸的。没有，那衫规身躯拢是淡的。你看平时你排练的时穿戏服，安尼行来行去，都佫讲究各种身段甲姿势，安尼就规身躯当汗，更加免讲拢爱佫挂喙罨。啊，迄工安尼换几片啊？哦，我上无换超5片以上。你爱是这样换5片？演员讲，中央虽然开放注过疫苗，也是快筛阴性演员会使免挂喙罨，要么剧团真侪人也未做预防射，无法度负担快筛费用，只有挂喙罨伫搬戏。会遮坚持是因为真久无收入啊。等于都是工作是归零嘛，那收入也是没有，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个已经降级了，到了2级这个那大家也很勇敢去面对这一次的这个困境，那大家也是要适应这样。剧团讲，2个月才降级，即马有演出的机会，大家拢真珍惜嘛，真拍拼。要么像高雄就免费替演员快筛，希望讲中部的县市嘛会使比较办理，可能会使免挂喙罨，好好演出。